合作后面些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由阿婆嘅人答，阿娘嘅好名上嘅竹树，听讲喺路边人请好食嘅哦。行家啦，嘅嫩叶做得鲜派，也系煮汤，也系炒来食，面食全部做到好。行家係清甜然嘅古早米，做偏啲粉嘅食材哦。另外啊，經過改良過後嘅泡菜夾肉，唔但將食小米都有。行家啊，嘅外表看起來，會本人家面紅肌渣，心腸卜卜爆哦。今日就睇睇民族，叫下來去睇海，嚟去品嘗，悄悄地本人甜餅睇嘅做數，行家食嚟會有黏黏幸福能量嘅泡菜夾肉哦，來拎。睇海係桃園嘅天意太正。民國到日下，是因為太看海做河壩嘅運輸，變到船內來來去去，成年人其中嘅素菜。雖然日下河壩運輸嘅光景已經無從頭擺安好咧，不過老嘅蛋糕都見還係保留定依度巴洛克式嘅建築，老客店同植物嘅色相內索，山路老樹嘅。貓、野豆都講定老爺嘅風華水煙。大哥，哎，民族來啊！安坐。張永成太哥苗啲行業，老實花銷嘅佢對種蟲嘅開始，不過時間一久，漸漸未知道種蟲嘅而且當到農藥來預防病蟲害。唔但將開到自家對土地限格嘅傷害，故所開始前就得自然農法來做，要有經濟價值嘅作物。太公我要不要來簽嘅中文啊都葛玉金，結果我查下假翻人都竹樹。客家人當中講到苗薯、苗粉。佢見到我生日將人家全部走槍槍嘅呀。因為用老鼠親來生嘛，因為老鼠愛生，因為佢當年哈生到一國家哈，一把毒氣，見乜康地波嘢啊，見咁康啊，佢康到已經做到嘢啊。OK，做得了給綁起來先看嘛。都得，嗱，綁在本康嚟哈。好，我來綁好了。啊，來，這叫綁嗎？做得我拿着塑料本帶回來了。按這些，我這叫從人家綁路配嚟係嘛？對，這係幾條綁起來哈。好。哎呦啲咯。哦，你看到嘛？有到嚟啦，啊，而家拉開來哈。來開嚟，我遮得出來咧，你看到嘛？遮出來咧，啊，這樣。啊，你有冇生起來當成蟲嘅啊？誒，以前講到個蠶寶寶嘅嘛，哈，即係佢就拉起來。誒，哇，一個就係葛玉金竹樹誒。誒，拔開去嘛，點解一模咁樣？哦，怎麼那麼像毛毛蟲？哎呀，那這個做得上什麼咧？做得，但是是有一種那種長長的蜜頭哈。哇，有點香味啊！它多到好像腳毛哦。係啊，一根一根在這裡耶。係啊，跟住講的纖維啦。嗯哼，那這次要嘗試就錯了。對，好，試試看好了。是點長一點甜的感覺那樣。嗯，水會有一度哦。呢度，廿個人都以香港叫我吸水，差唔多含水量差唔多70%到80%。哎，它纖維很粗呢。濃到香味，這都要到味，而且可以看得到誒。看得到。也怕對非常當好。當好。對不對？對。竹樹有當到其他嘅名誒，今集談到嘅係粉樹、竹烏，也係粉薑。一個看起來唔係硬好看，還有啲位像太蟲嘅植物，實係太過記得嘅世界世界無好食嘅年代，就得拿來盡做人搭嘅天然植物咯。迄種田鼠要來食的吧？還有其他蟲會來食嗎？冇馬蟲嘅，係冇馬蟲嘅。為什麼？因為一種甲酸降甲降嘅抗病力哈，當強。嗰時候就唔是先把它用的咯。完全唔是農藥。真嘅？完全是農藥。哎，當好種。tan講頭半年都是藥。對，那產生冇東西好食啦。邊個轉來？啊，就是拿棒棒誒，一個那個大灶嘛哈，一個就食個木材一個嘛哈，還丟到一勺，對烤，啊拿噗噗拿出當食的呀，真的，吃得飽呀，等下就來烤吃看啊，對呀，等下就來烤烤呢，吃啲呀。好，來講述一下頭白的味道，然後要得收集起來，對不對？為什麼後面放這樣一堆啊？
一个吼，那装备整齐来讲，以后他把伊嘛，按照种的时间要投出的种落去做上诶。呀，给很多的板做都做一种哦。对呀，帮伊投诶，要有木，要到做上，差不多加1张到2张嘢去嘛哈。对。佢就以後槍邊黃色咧，對，跟都冬眠用嘅，啊，跟佢會用嘅燒面，它重新長新出來。哦，安樣做的安樣多賺一種幾多擺？幫你做種啊，冇爭啊。哇，他像安樣一條一種幾久嘅啊？呀，差唔多種差唔多4年啦。哇，1年數幾多擺？1年數1擺。1年做數1擺。哎，一到以前做起東東一種，但是西東東也唔曉識啦，他是做太白粉啦。是哦，這是拿來做偏粒粉的哈。哎呀，偏粒粉的。可是像東北這幾年都會較普通，都會用嘅偏粒粉，係用嘛做誒？呀，目前用嘅素素。可是用呀隔月經不好嗎？呀，種做呀，這個太白粉啦。哦。啊。成本比較貴，是不是？對，較貴。啊，伊素素的皮哈，本身有啲脫。哦，但是有削太加工過後有嘛哈，對，做的是木山多多嘅。OK，像一個中醫色要粉冇咁多，但是像甜點的東西啊，這個東西，就是這個，也冇化學嘅，哈，也冇拖。竹樹年代產地米族熱帶天氣，喺台灣係東部部落山地中嘅面積淺白，其後受內優勢及開揚嘅生長環境，唔但止唔是輪作。鹹州的白花奶油哦，天空數起來過後，留佢細槍啦。張太哥準備嘅咖拉火，而本來即時來品嘗現改嘅面線。太哥，我剛才先早起來，你就先配了按鈕色咯。對。可是怎麼那麼現代化，用天字爐啊？因為啊，像甜食哈，破攤哈。當然少啦，對，要咁樣落意啊，加用天係夾噶，要槍你要夾啊啲嘛哈。好啦，謝謝你啦，可以了嗎？做得應該做得啦。因為佢家皮已經挑起咗。哎，來，大家快點好啦。好，快點好。哦，哇哦，快點哈。這個邊用誒？一個最摸嘅哈，那綁體衣。哦，好香哦。哎，綁嘅哈，一個最皮。對，皮不能吃吧？皮，美國種食唔到啦，嗰啲暗醋啊，要薄薄嘅嘛，這是很好吃做呀。伊韓式嘅嘛哈，冇東西這樣啊，哈甜湯嘛，以後伊就嘅酥嘅少少呀，啊冇少少起包去做食呀，做乜都有嘅呀，對嘛，係嘛？都好好吃嘞，它吃起來，因為它邊有薄酥嘅嗰種米湯誒，我有鄰國嘅米湯啊，對嘛？比起剛才上色啊，上色會有上米，而且會纖維很粗。可是配過後又香又粉，佢脆脆嘅。對。上色嘅竹樹，脆脆有啲會像麻糬，粗粗嘅香味都冇成牙碰嘅。配熟來食嘅米線，當像包熟哦，稍有比包熟都會幾分嘅清甜，老成牙嘅口感，有本人想唔到嘅好米線哦。原來也就係路邊人世界世界清簡單嘅幸福味道。過好過後，送訂歸南嘅竹樹，聽聽太哥準備進行下一步了。呀哈呢，太哥你要搞誒，不然看你也係要做乜嘅？做太白粉。偏粒粉呢？OK，所以一定有懂得觀眾朋友都愛聽用。每次我們都吃到個偏粒粉，按個都在很用嘅邊吃的誒，就是用這個，對不對？對。所以哈，這個跟我做會來落去會炸個綿綿哈，看到未？哇！我先來吃這個羊肉，好不好？好香嘛！但像用磨熟米耶，然後再一個竹薯落去啊，又煮完過後，它這還會有甜味。也可以睡一下，贴出来。可是大哥，你这过滤什么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道哎？对。做嘛开啊？因為佢炸過加上嘅纖維嘛，哈，個麵體，那總得留下一盤開來。哦。
做起以前是用嘛的嘛。对。你铁档啊，档几排，用水撸啊撸都要水啊舒爽嘛。那应该很冻缺耶。冬天已经撸无几度嘛。错。啊，撸无几度，变是个向面个用铁锤，怎样铁锤哇哈？烤绵绵，要烤绵绵用要补诶，要烤绵绵，要补把要切什么呀？搓。以前冬天人做啊，这冬天嘛，还唔讲用机器来做。去外用菜夹就好了。对。啊，不过泰国你讲要到毕业照片你分出来，可是要全部水耶。唔会查，水同个粉有冲开，但是也会沉淀。你看拍开嘛？对。对嘛？一拍开这片就粉了。有，你来看。对吧？跟这个。这些都是的。对。老现役嘅竹树利用铁质嘅机器来搞水，一层一层地过，够用强力嘅水帮佢停脚，前面个逼出清纯嘅竹树用。头摆系用自然嘅热头洗澡过后，吹面来保湿。两下味道爱呢片爱夹，系用配皂机来推理。两就系清甜健康甜嘅片粒粉呢，合适用啲各种嘅料理地度哦。哇，你看啊，我做出按钮一下呗，那个算是竹薯粉对不对？葛玉金粉啊，要几多斤呢？葛玉金当中会出来啊？差不多700斤。700斤呢，你看超级珍贵。可是亚给就会一般人都不会买一片地粉了哦。对，可以用叔叔周哎。其实你看啊，刚刚就有发现哦，呀，它比较白，它是就是有点荧光色的白了。亚给用亚给做苏州出来吧，它有一些网红哎，它的颜色就比较天然一点，而且可以了亚给开油哦。我摸摸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真紧呢。他细的啊，董琼做的生活饮真的拿了狗粉呢，做的啦，很细，那就变艺伎的啦。看一下这，其实这个也是很细，可是呢，我这个名气的我感觉个也给较粉，它比较对，它比较滑一点，它比较涩，较涩一些，我们做也较白较涩。那个水下面有一点米汤，一个甜米汤感觉呀。对，有一些甜甜的。那个水下面呢，完全没米。这个就是感觉是粉的，听有米头啊呢。对，素薯粉我是不知道给都带改吗？改还有经过什么？可是以我们这个来说对头看到米也很完全，连钟馗是全部都是完全是无毒的。纯天然的。对。生命根嘅竹树，经过一层一层沥过后。长做得到已经变那个片粒粉，食材系当珍贵哦。泰国讲，要到几件粘过的竹树，因为家嘅香味含量比甜粉还较多。经过大温配比糟磨过后，看来做食用嘅香味，系清洁人体内痛清好嘅东西哦。来，名字我介绍了，是我太太哈。太太你好。今天我太太会教你做几道那个我们葛玉金的料理，非常好吃的啊！哇，吃着可香嘞！唔通李淑妃太子也嘅客家话讲到按流量，佢其實係好老人哦。身體同阿莎哩又唔記哩，好老人結朋友，未就按呢練就嘅好廚藝。前後用一種作澎湃嘅好料來招待接來嘅精神迎客，呀就是佢清泰嘅神招。好，太姐，总算做好些，给他周总让我后做料理。我看你已经帮我把这个葛玉金把它洗好了。系嘛，有个皮油嘛哈，可以当天你。这些还要再拔掉哦。还一些嘞啊。纯悠悠的，听听啊。还一些嘞啊。所以它也口感没按好，还是稍微处理一下。所以你看这个外形有没有很像冬虫夏草？哦，对呀。按第一次吃在刚才做嘛该？我给你先搞一煮嘅苗粉排骨汤。哦，系啊，煮排骨汤我用来切嘞，就像用切就好了，一节一节来。哦，当做一磨好切哦，唔会啦，里面还有纤维。系啊，可是我用来煮当做哪个香味，煮开油的话，唔会用吸到牙碰诶。唔讲吼，佢样用煮吼，差不多全部都有个纤维开出的，系，除非说哈，我们用磨粉呢，磨粉出来就唔会咧。磨粉出来就系啊。
可是他们说客家人呢，老人家他们会吃这个做零食。切块嘞啦。好好，我哋先唔係做咩？好，不会切块嘞。不知道以前知不知道有食粿丸有的东西？冇食過，加過嚟真食咧。真了解係以前是有嘛嗬，大家只用水呀煮嘅粿丸用食。係啊，硬咗香港嗬，變咗嘅菜色款用誒。後來就想講，用排骨嚟煮開嚟看好食無？煮起來真嘅像爆雪香樣嘅，好食咧，係啊。竹薯切底，準備來用。先用排骨煸到滾水度燙嗆啲，再慢慢地煨到落落。太子講，也是係簡單嘅料理，也就做得本人感受到食物嘅香甜，老幸福嘅味思。我想，你應該就算係阿美嘅味思。要不然就已經吃小米耶，差唔多1點鐘。1點鐘誒，差唔多咧，係啊。高湯已經好食嘅，咁做乜解嘅嘅竹薯愛按標啊？唔係嘅排骨油嘛，還有一點點嘅時間，熬出來比較會香。哦，但係有肉係啊係啊，然後人哋把嘅薑片油嘛，哈，冰落去，係。提一點辣味，吃點口感，對不對？然後再把嘅苗粉油嘛，哈，就冰落去，哎呀就好嚟，係啊，差唔多半點鐘後就做得食咧。呀，按牛薄半點鐘，好就做得食。可是我問你哦，像按牛，硬係強下冰落去會薄到較肉較綿嗎？唔會，唔會，佢強樣因為佢嘅纖維質本來就有咧，纖維質煮較久嘅，佢強樣纖維質。也是一樣，不說硬係隔串，這個混熟來是，也是一樣，就得，係就全部一樣，係就得，強樣嘅口感。排骨細火慢煲到鬆軟，準備好竹薯切米來落鍋。我記得咯，用鍋蓋鉗的，撈夾嘅熱氣撈香米翕落去。簡單嘅調味就是清好嘅料理法則。撒好來，竹薯切到泡泡嘅，太子準備講嗌，能夠一出料理了。OK， 太子，剛才看到一個竹薯啊，撈佢切到泡泡嘅，像人家蕎麥片用嘅。係啊，咁又好做乜解？然後炒羊肉，寒天是羊肉清補哦。係啊，開始按人羊肉油嘛哈，要從用嘅葛粉油嘛哈，同佢抓埋一下，係啊。落一些些落去，加一些些水。好，真係攞佢攪攪啊。好 ，OK。然後就做得煮嚟哦。煮俾我用炒誒。係啊 ，OK，先冰油哦。剛剛先攞用嘅炒手法。哦，先炒苗粉，苗粉炒炒再將冰油。真嘅哦。係啊，你就看。要叫我先炒哦。係啊。OK。先冰一個生條乜韓國薑，那這位謝謝。還有一些蔥，那個蔥油醬會香。好，呀，個米油嘛哈，個酸條米啊，從米出來就做得冰落去咧。好，然後然後個做薯冰落去。哇，加熱過後的做薯冰有一些透明的，加上從米咪出來咧。好，然後就冰溶溶。哦。那個羊肉啊，因為是切薄片，所以它很快，對不對？好像打沙茶醬哦。係啊，加一些些嘅香油，加一些嘅調油就咁樣，係啊，還有一些酒哈。係啊，所以有一些老個用手米啊，可以把它去掉，對不對？係。調入沙茶過後，辣辣的，切米個葉頭會重誒。一出噴香嘅竹薯炒羊肉就好食了。到這個時節，小碌碌嘅排骨湯沒有希望嘅，也可以看起來普通嘅食材，上面正式嘅嘴點，而讓人共同嘅尋找記憶。可能都要到面示範有沒有那種東沖豆腐卡迪度用誒？沒有錯，給妹太極港海州料理全部都是家常菜，對不對？對，是的。還有這個還可以做成。蚵仔煎，也是用那個粉，係隔一斤冇出來跟太白粉。哦，就是只有生南天用來做個樣子。我先來吃這個羊肉，好不好？吃咯，動咯。好，吃羊肉最在意的就是要看它有沒有騷味在這裡，對不對？我就留低一堆呀，給葛玉金竹薯，給我來吃吃看吶。好香嘛？紅蝦麵嗬。
也一定要非凡凡，而且啊，罗登也给做熟啊。我跟你讲，这做这种口味啊，但像用磨手米耶，罗登也给做熟东西啊，这个入口后，它这还会有甜味。而且它这切到泡泡的，加个虾米就会变得较细。那纤维看不安粗，超感哈。伊有跟粗蛋白有高纤维，然后对肠道增减跟主动功能都好。而且我还发现啊，因为那个用油，刚刚都勾芡甜食，刚刚是用我们早上做的偏粒粉，我觉得那个用油所以了，它咕噜咕噜的，超白。好，不是用蛋白，它是抓边那哈水油嘛哈，那个偏粒粉嘛哈，不叫做偏粒粉啦，其实我看慢，对，看慢又好像涩涩，所以要懂。白白的像个乌鸦的皮肤用的，个人啊，吃可能有个糖哈，而且那个糖看起来就动情哦。就是呢，泰国式的用配上直接配出来啊，我觉得那个香香脆脆的，好好吃哦。要是看来剩下糖，剩下来真的冻秀薄秀糖，真的好，真好，我来喝喝看。好嘞。真嘅，但像你那个糖就吃得懂那种薄秀糖，就系啊有嗰種薄秀嘅甜味都有啲度。糖係凍清甜嘅耶，你冇加米醋吧？冇。你冇加米醋是有一些氧白，對不對？氧白一點，米酒滴落啲那些又加個苗粉油嘛哈，它本來就有一些甜味。對，很神奇耶。要學嘅煎是迄種泰國嘅傑作哦，還係用人早晨將牽雜嘅片粒粉來鉗漿，深入嘴肚，慢慢地釋出香醇老飽滿。老市面好賣嘅蚵仔煎口感都冇同樣哦，真嘅冇想到，悄悄地被現代人甜變態嘅竹樹，當有滋養，又有其他種嘅維生素、纖維質，還卡做得用啲各種料理啲度，基本人係真嘅係得到當到。让他吹供的3-4年呢，市場紅越來越多人都接觸哎。對。可是你這樣可是吹供，佢有發成功嘛手法嗎？你在推廣的時候。有啊，東多客人都說，哇，這為什麼那麼像冬蟲夏草啊？對啊。我說對啊，它真的是很大的冬蟲夏草，而且是超便宜的冬蟲夏草。那時候你還會夫妻去示範這些做吃的方式給他看嗎？出去推廣有嘛，好，我就擺青苔堆，很大堆很大堆，然後我就會煮排骨湯的方式，每一個客人呢，就讓客人吃一小塊試看看，吃一小塊試看看，讓客人了解什麼叫做粉漿，然後煮排骨湯有多好吃，不是只有傳統的做法，用水煮來吃啊，或者烤來吃。本太家做馬上看得到啊，對。所以大哥，你有一個親後的出數哎，都你順後嗎？推銷，對不對？所以說他護着前面，我護着後面。因為要講呢，去當農民哈，我雖然冇田，但我要種東西。對。我一面種誒，我要揾天嚟種，那你一天嚟冇很多田和本錢嚟種啦。啊，應該我冇天我種樣個啥？所以說這個方面都講啊，堅持講我用啲自然農法做早期嘅農業，啥啲講我唔是揾天，我應該在種唔是全的田地嘅嘛。對。那有枯皮，對，哎，見種後，佢哪會見好？因為見鬆，鬆後有嘛哈，啊，以後加嘅變種還會見得更少。對，應該改變台灣農業哈，世界有名嘅。是真的。所以因為啊用輔導器嘛哈，農業上都冇好啊。真嘅。可是也其實喺台灣當多做自然農法，農業當多全歸台灣嘅。所以香港有條還有一個俱樂部，對不對？他家會教下嚟搞溫營養啊。對。我覺得這很棒哎。其實。我是呼籲講哈，大家哈，可以上臉書 FB 哈，你就打自然農友，對，裡邊可以加入，可以討論，裡面都是農友種，這都是自然農法，完全冇農藥嘅，這樣很棒哎。係啊，都要參加哈，啊咩，裡邊東西都請教一下做得，啊對大家有幫忙挺多啦，對身體也好，其實農業健康，身體健康，講實在話，健保也唔是用嘅啦。科技進步，物流比數，大家實悄悄地甜變態土地嘅感覺，未忘記嘅生活真實嘅美事。行遍嘅台灣各個鄉鎮，未認識嘅同多從狀態個窮樣，落身做推廣自然農法嘅新農民。
家都用尽心力，天天接起嘅藥鋪，用盡集權自然嘅方式來種作物，重新幫大家認識食材應該要有嘅老清頭白嘅味鮮同感通。原來呀，強強就會幫人家添變態嘅竹樹，唔但將對景對葉按到用途，更加係養生又抗菌嘅上等食材哦。山下來民族帶定大家旅程，唔但將口感當好，更加可以來幫人家吃到東洋氣嘅金牌料理哦。來哩！哇，我今日來好嘢嘅做金牌料理，叫呢我用腐竹嘅來做，湯講一道嘢，小太哥叫客家腐竹嘅哦，唔係竹嘅客家人，係小太哥嘅客家人，你看哦。Hello，哎，小太哥，民族小姐，你好，歡迎。邱先生太哥龍潭行業，啲菜天有腐竹嘅專家嘅好名聲哦。聽講佢學出來嘅腐毛竹，難槍體結抗堅又大條，用做料理皮盤又當 Q， 肉質薄又當成牙哦。何怪人老佢煮飯嘅腐竹肉仲係唔辣賣。清淡黏黏咩？太哥，你喺大邊有個竹誒，為什麼這邊比較少啊？母豬啊！哦，你本來係，一下先看到係母竹嘛哦。對。Good morning。他在跟鏡頭 say hi， 看他的鼻子，還有小黑豬。對呀，這就是還沒有離乳啊。那個小黑豬。對。他看到我們還會嚇一跳。我現在用飼料來引它出來。為了 Vicky 吃飯呢，看他們的鼻子有沒有屁股晶瑩動靜呢？一邊壓到泥頭，全部就都在塞空嘅真正一來誒。吃飯了。走後一起。對呀，這就是還沒有離乳啊。那個小黑豬，對，他看到我們還會嚇一跳，好可愛哦！太哥，我看到個小豬嘅喊到個傳染期還蠻傳染哦。錯，喊啲哺乳期啊。哦，對。給他也做的傳染啊？2個月。2個月。對，1個多月了。1個多，這現在才1個多月。對。我看給安頓一下，可以抱他嗎？因為他一直看我哎，不知道是因為我叫明珠的關係，還是黑豬、紅豬啊？哦。哦呦喂呦，怎麼叫他的腳腳啊？哎。你靠近來，給你摸一下，給你抓。會奔跑嗎？不會，你就這樣子抓。它的身上的花紋好漂亮哦，而且是條紋的，像一堆狼爺就愛看。在中央。大哥，我覺得他在哭了。這個花紋就是標準的蜂窩紋。大哥，你放它下去了。好。你看，剛剛園長讓你做一了，他一聽一嗨一聽，媽媽也在發出聲音，都要報復別人。他有保護他的。對，他在笑，他跟我們說中午在扭。好了，拍謝，借我看一下而已，還你了。不能夠這樣子，媽媽就是媽媽，媽媽會報復誰你奶奶？太哥，按鈕煮嘅姜一台，再姜幾多隻？12隻。12隻，哇！因聽過人講啊，剛姜12，一般古一般期。不是呀，這你係半古半期嗎？嘿。差不多了，幾乎每次都這樣，是不是？這邊就是斷奶的，哇！對，外面曬太陽，他們就直接到戶外去哈。對，小豬喜歡曬太陽啊，尤其是冬天，一定要出去曬太陽比較好。我現在用飼料來引它出來。為了 Vicky 吃飯呢，嘿，用飼料哦，沒用這個。小豬不能夠吃餿水。哦呵，大豬才可以。對 ，OK， 看他們的鼻子有沒有屁股晶瑩動靜呢？一邊壓到泥頭，全部就都塞空嘅真正一來誒。
虽然唔系天一拜老生组织按咸，不过佢阿豆神奇又得人食嘅用嘅，感覺情感都用得咧。猶太哥講，西族嘅喺3月之前，佢嘅發育係蠻安全全，故所我用穀物做嘅飼料嚟俾佢阿豆。過段年過後，漳州的食足夠嘅質素。哎，民族人啊，帶來看下咧，煮嘅也是個所謂的廚餘啊，煮應該接啊。这哇，比較新鮮的，當天、昨天才載回來的。鍋爐高溫蒸煮，还要高温蒸煮？對，高溫蒸煮了以後，哇，给他们整个煮够哎，不会还要炸过吧？經過這個粉碎以後，對，然後再打進來這裡。這是什麼地方？這個就是我們混給豬吃的。天哪！没讲青菜收集起来廚餘就給豬吃哎。而是他要強調它的新鮮，然後強調也要然後給加溫過後，溫豬會較蓬偏身。為了顧及豬以後成長的那個品質，對，吃這樣的豬肉很好。哦，哇！台口中嘛，看有一些猪味都会吃干，不会像前面他们那样抢着吃，好像有点怕怕的。哦，因为今天第一次才给他让他吃这个馊水。天你了！哎，他他也做在了是按那种馊水3个月。3个月胎，我说他还3个月胎。对，3个多月。哦。之前那个是幼幼班。幼幼班。这个等于是。小學啦，小學了，小學就開始吃馊水，這才開始吃也給吃誒。可是大哥，我有發現，其他小學煮誒啊，當初呢度也唔誒。錯，佢細細含有報紙啊，個粉浪嘅鹹菜，你一太耐啊，cái磨就全部會變無色啦。就全部變無色嘢。對。佢哋做乜全部去咗嘅啊？搶鏡頭。搶鏡頭，主委啊，底後搶鏡頭。有人在那邊，他就去搶鏡頭了。西湖主委唔會驚人，床頭春長長驚見，也未看紀錄片，將3個月胎就衝推推嘅。個身蛋糕嘅毛又糊又緊毛，聽講一般嘅主委，太有嘅5個月就做得賣咧，唔過無毛豬至少要13個月價格才做得賣哦。大哥，咁3個人我帶人去看嘛嘅。啊，看人家實際嘅，他太窄嘅太足嘅。可是啊，地都剛剛看那些竹子誒。啲咧留下哦。留下誒。啲咧留下哦。哇，第一排看到有地下室的養豬場。來，這個樓下哈。哇，我們來到豬的國中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對，這算國中的。真的跟大這樣在餵豬。等一下，你要做什麼？餵豬啊！哦，一到邊就吃這喂吃吐好了就好些耶。對。等一下，大哥，為什麼這邊按台菜要用按誰菜啊？這剛來的，剛升國中的。剛升國中生，剛出初中的。對。可是大哥，像這樣大小是不是？哎呦，幾胎幾張州的？這個要10個多月啊。這個10個多月。來到。你等於說上面3個月來到這邊還是要10個月，所以差不多1年1張月左右對，他們就算是成豬了。對，這個是4個月的豬了，可以算是。你看其他的連吃飯啊都還蠻有秩序的，一家一家分開來用認真些。剛剛還有分做配種的黑毛豬嗎？有，配種的黑毛豬是它的紐西蘭的。純種的黑豬叫做大黑豬，我們這個是桃園種的母豬，配美國杜洛克的紅豬生下來的第2代。做那個你要做混血豬啊，才會有那個腿肉啊，還有那個里脊肉啊，才會比較大。就是爸爸媽媽都是桃園種的，這樣就比較太瘦了，是不是？也可以這麼講了，沒有腿肉了。哦，冇腳臂用啊，冇腿用了。哦，哎，這樣子它的成長的速度也比較縮短，時間會比較縮短。對，實質吧，該溫用啲啦，將會
高啦。哦，那个纯本土的个van用率就唔高啊。老古年儿讲，隔行而隔山，正经一啲都冇骗人咯。踏入兩位都有佢嘅專業同堅信，就像俺樣嘅外行人係冇辦法層層貼皮到嘅。當認識了一啲咧有關學羽毛族嘅學問過後，離開猶太國，準備嚟學用羽毛族做嘅金牌料理。聽講處理好嘅羽族誒，早就送到店度了，夾夾到去呢。Hello， 江大哥。嗨，明珠你好，欢迎你来。你好，你好。講燕子泰國，廣東梅縣行人，啲太孩太嘅佢對家鄉有一份當親切嘅情感，仲係啲講話當中不知不覺表現出來。雖然話冇多，不過對做事實係當有自家嘅想法，學做料理嘅經驗已經20幾年咧。泰國呢，今日我老幾好呀個金牌料理，可是泰國呀個到底係乜㗎呀？我看啊，這個好像啊，送把去做個滷肉，噶哈比把那滷肉快哎。这是黑猪肉那个五花肉部位。哦，呀個係3層肉，先老給整熟嘅，蒸過了，對不對？对，上蒸笼，那个皮是朝底下。對。那我们用酱油上色。噶做嘛？噶用到按用圓的形的啊？因为当然我要想要把它切成一条300公分以上不断的猪肉，长条猪肉。300公分呢？你看啊，光是300公分，俺兄的那个厚薄度要怎么拿捏就不可能了。300公分还要5万团结。好，大哥，先做我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嘛。好，那我来教你。好，我先看你表演一小段。来看着呢，开始了。哇，是真的哎。就你看跟陀螺一样哎，它有另外一个名称，它叫包二奶。你按钮够会让人家很害羞，可是它这个形状还真的蛮像，是那个意思吗？对。好薄哦！天哪，破都会透光了。可是这样子要转300公分不断哎，大哥，这是一口气喝成吗？对。你有在呼吸吧？有。你有没有算过你切这个300公分，把它几多时间？几多分钟？一条应该是2分钟就够。2分钟是不是？你看泰國切到按成切，用兩分鐘了，10個人都得按做得完成幾多哎。你的大匙应该跟桌面是平的。哇，这个真的好难哦！查一起来就我不爱切团结了。那个练按有点几位啊？应该算是练了差不多10几年。哇，这个真的很难，我已经切断了。要给它扁勾勾黑了切，可是啊，它只要慢慢的一解冻之后，就会变得很难切。所以大哥，这其实在抢时间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其实做这道料理啊，它主要就是还是要很顺，又有节奏感，那要很快，不然站整天你才做不到几个。对，你大概都在切呀，给他，你的脑袋在想什么？没有在想，很专注，就是很专注，很专注，很专注。今天是被我打扰了，对不对？不会。好难哦。明珠，我的好了，你的呢？你好。对啊。天哪，好厉害！你看，而且你看，看厚薄都全部一模一样，而且你看，我160公分，他这样子有2个我，所以已經超過300公分呢！恭喜你得獎！親身體驗過後就會知，也道工真勁當難哦。切腿唔係一下就好嘅背嘅，完全顯示出佢嘅真功夫。鐵板底度倒入油膏，落入米酒，準備落嘅下，已經切做泡泡嘅肉拿來滷入米。泰國鴨都這麼改？就你把它捲回去？對。這麼改要夠老幾件都專一啊？因為再把它繞回去，就跟發條的原理是一樣。那待會我們要
扣到碗里面。哦，对，那做出一个非常漂亮，跟陀螺一样，大溪就出来木器嘛。那陀螺很出名，对。啊，好棒哦！大家特别的菜地文化结合乡下诶，敢唔讲也叫用的老嘅泡菜结合乡下？我们就准备一个容器，那再把它装回去。给你，因为我不敢。兜东转移。再进去，再把它贴到碗的平面。真跟像你家个陀螺一样哎！天哪！那我们再准备梅干菜。亚梅是你自己私藏的吗？对，这是北埔那边的客家庄的梅干菜。那我们经过我们的回来再切碎再炒。那我现在入碗。哎，这还可以挤压吗？要把它填满。不会。天哪！昆泰国阿牛都会做啊，等像在做手拉胚一样，有没有？亚个猪牛，而且因为早上那个邱大哥跟我说，亚个五猪牛它的弹性很好，肉质很 Q， 不错啊，刚刚都会切干，还有刚刚给都弄干，全部会那个，你知道它的伸展力很强，这样子。要再把它倒扣回来。韩国这个 keep 做出来？就是整形。哇！大概是这样。好漂亮哦！那像这样，它这边就要再重拆回去。为什么？让它的纹路啊更漂亮。你蛮刁钻的哦。客人会照相。哈，你按钮就要重新来过？天哪，连个猪肉啊、炖哦这种各技演的，然后泰国他都很注意，让他呢二老给弄到大片，由间距短到间距大，规则给就算好细细，看得出来泰国是一个很细心、很用心的人。经过泰国同用心整形过后，佮重新去转半度。表演动作整到落，列出金牌料理做起来好食又好工，喺无限主份可能会欢欢喜喜走来，当成梦嘅离开哟。等嘅时间，泰国讲爱用生蛋嘅腐猪排骨来做甜蛋排骨，建议先用调味料料嘅卤薏米，泡太阳嘅4分钟边呢，变到擦擦过后，留起来啲油比比糟哦。我刚刚给排骨已经泡到酥酥脆脆耶，接下来是不是我要最后哪个就会？就是橙汁了。对，咖喱都不用吗？里面就是有鲜果汁，还有果肉。是不是有放酒啊？没有，它放醋。哦。还有冰糖。笋汁变桶 OK，这等于是橙汁最主要的蜜透了耶。放的量要抓多少？差不多1大匙。好。下排骨。哇，等一下用一点勾芡还是什么的？没有，它里面已经有点勾芡。已经用好哎。像一般你家是个含酸甜吃糖醋的，这个就是用橙汁来做主要的味道来源，对不对？甜甜酸酸的。在收干的时候，我们再加一点米酒。用一些米酒被煮着嘞。哇，你可以种够汁的酸甜米。甜甜排骨希望有2个酸嘅好米线，伫空气底度。皮到过后，大家都本记想到诶。出到一个时节，金牌料理未经摆盘好食嘅，看也饱满，油油甜甜嘅色，还蛮色，我就已经想到食落再过后嘅好米线咧。还我哋慢慢咯，随手做了。刚刚都会做料理，刚哈。大哥，你已经让我见识到你这金牌得主的真功夫都做到也到位耶，就喺牙出菜，喺很多泡菜甜肉。可是它有另外一个名称。什么名字？它叫包二奶。哎呀，你按钮跟我会让人家很害羞。他跟我，可是他这个形状还真的蛮像。你是讲是那个意思吗？对，因为在2004啊，在世贸的时候，我是算比较小咖的，那我上去表演，本来就是用陀螺造型下去做研发。那你不能吃陀螺，那可能就会来到大溪可以去包二奶，不用去到别的地方包二奶。可以来这里找你包二奶，是不是？对，那家庭一起带来吃，那有可能饱足感，又有家庭幸福，也有新鲜感。对，加个新的按酱啊，对我对那道比也适合。吃的方式就是我们跟生日蛋糕一样，跟切蛋糕切一半。哇，跟泰国按钮
吃到它一层一层咕噜咕噜咕噜下去了。你可以尝尝看，它入口即化，跟梅干扣肉、梅干菜的那种香味都可以结合在一起。好，它真的还没入口，它就化开来了。看来吃吃看哦。山都最好的啊，唔但像迄安样牛到黏黏的猪肉香以外，还有嗰种八两点木的泡菜干的香味到底度。这道菜比较特别的是说，它不会那么油。对，要把梅干菜整个味道出来的时候，跟肥肉那整个融合的话，它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，可能要在切完以后再成型，然后再蒸2个小时，那整个它才会结合。对，那其实这道菜真的是还是蛮细工的。你自己也是吃得很骄傲，对不对？对这道菜，我看你这边还可以把它包都挂包底肚了。对，客家菜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比较有饱足感的东西。那我们就加挂包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加用烧饼，对，一些另外一些皮的部分，就会当做一种比较有创意的吃法。好，三公来就来是两个，这个是俺让听话做一个橙花排骨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那道味的没系用头盐呀，道味的黑猪肉，对不对？好，刚才就加一点俺这个中医的部分来是咯。很 Q 很嫩的牛，而且啊，你有看到吗？啊，连这一层蛋糕全部就会抖扭，酸酸甜甜的那个橙汁，你调的酱料好好吃哦。哎呦，很甜的，那酸甜酸甜的。也是要用黑猪肉它的那种肉质下去腌制这些。你看那么 Q 哎，加个 Q 底度还有一些圆形，那不会呢有一些酥酥脆脆。那个橙汁啊，已经都弄不，你到底肚里完全渗透了。那酱汁的部分，它就是板的原汁跟新鲜的柳橙切丁以后，再去用冰糖跟食材下去做它的酱汁。酱汁在拌匀的时候，再加点米酒的香味，对，真的就呈现这一道橙花排骨。有按照保鲜炸嘅鹹菜乾醃肉，3層肉唔會調色，亦唔會呢改，落菜超綿哦。另外也出快菜乾、烏豬嘅膠肉，老鳳從水包香膏後，加入蝦米、快菜、冬粉也豆食材調做料，料豐富又質樸，快菜嘅辣甜，老肉嘅鹹香完全融合，係一出層次當清楚嘅好料理哦。原本真的是对料理这个块比较不熟悉。那经过客人呢有去反映，那我们也去请朋友去指导，最后面真的是遇到很多的一个他是餐厅的师傅，他是大师级的。那吃了以后，他就跟我们一些指导，那慢慢转变。其实这一道橙花排骨是我第一次，经过师傅指导，那去腌制再去制作的菜。对，那这道菜又是另外客人，他是中华美食教育协会一个理事长，在研发这道菜的时候，他交给我说，是不是可以去把它处理？那怎么去学习？就是他有这种 idea，然后你可以拿给香港，你有完成的。对，你都会做料理的路程，这20几年来，其实你遇到很多贵人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是。那我自己的部分，我也是蛮坚持一些，把菜啊做一些精致化，让外地来到台湾的一些贵宾，他能品尝到台湾的客家菜，它是非常棒的。老太公相處，就做得感受到佢當用心嘅態度。頭擺想要變做一個大家都尊敬嘅總廚師，無停嘅神猛大兵求進步。多年下來，因為時代改變呢，飲食文化無窮樣，安樣嘅融入傳承到創意形式，考驗定也下總廚師嘅指標。就像講太過年年以後，喺啲地度變化出很較多好食又神奇嘅特色好料，來滿足大家最窮嘅熱念。悠悠太海，老嘅地度把老特色嘅建築、老地方文化相互融合，慢慢嘅就充滿咗小農嘅人情味，還有傳承嘅秘密。
就將狀態哥佢用自然農法種出來嘅竹樹，更加用心親力來推廣一樣天然又抗菌嘅食材。到日下台灣，萬哪都係師傅按問題嘅沙飛地度，食材係當難得咯。另外啊，講泰國老家嘅考試，用一道傳統嘅客家菜地度，變發出風味特別嘅爆西架料理，變做精神人老大家食嚟還會甜味嘅好料哦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週後面是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